我揸電話又成，你幫我掃住啦。準備開，依家錄緊啊，喐得。都唔係阿爸開。係啊，開嚟啦。剪好幫我喐，剪好。好啦，有啲啦。好，你嚟啊！咁多年個波只要進入咗禁區範，雙方球員咧都可以做。呢個咧其實我哋講俾人個演繹。都做乜鬼啊？安靜啦！我哋大家。我話個 Power FC 咧都控制嘅。好啦，咁啊，先出表彰法嘅步伐啦，大會啦，直標籤 Power FC 嘅呢個我嚟拍。你唔好追得太快。但你冇得踢啊！高波少少嘅點嘅，巴斯嘅邊球啊，啲9號處理，即係當成功守到門前，我話咁成功咧，呢個攻勢。好嘅，參法防守組織，我覺得其實我哋抵定其實啊，雖然人喺日本防守喺面前擋住，但係佢抵定咗之後，一腳收入。成功比數31-1，後場再次組織，我就幫散到出界，咁咪應該會係呢個防守法。好啦，咁 PRE 咧就好似內控啊，1就3粒嘅隊友，成功俾對面攞到。咁而家咧就喺度交一先咧，開出咗6球，先出邊成功炒咗。好啦，交出嘅開出咗邊前球，係啦，咁啊出到橫邊，已經推到英位咯，賺啲殺到嘅啊！好似好多後場組織嘅 DRE， 好似一件人球推進球，我先係抄咗。哇！有冇犯規咩？哇！犯規！好，而家中咧覺得一腳嘅自由球啊，亦即係代表咧係可以直射入球嘅。係啦，咁而家佢咧打3個嘅人場，係啦，咁啊3個人場，好，講咗呢個龍門咧，哇！一腳入網啊！啱先成功領先2-1。不過時間要多一次嘅，而家時間仲有6分20秒啊！好啦，場上面好啦，而家後場組織。個波翻到邊線球好，哇！不過咁中場4人跟住逼搶，先出後場單啦，陳維咧，哇！好快邊線快到，成功俾 cross 咧就佢炒咗。好啦，而家咧就去呢個嘅 DRE 嘅邊線，加油點處理？好，閃出嘅成功，咁樣輕輕一跳，再次挑高嘅時候，我哋中間部嘅贏啊！呢個攻勢站到中間，咁亦都俾翻個球。好，再一下呢場波嘅時候，可惜，個波未擺定，係啦，再次提醒啦，個邊線球加球，個波一定要擺定白色線先可以開波。好，縮喺個後場組織上方嘅藍色線成功被人阻擋。好啦，跟住左右將佢過嘅時候咧，就俾人傾跌咗，可能覺得呢個係
腳嘅自由球，係啦，前場面咧準備去主射嘅。咁咧防守咧排出2人嘅入場，一人咧就喺龍門前面嗰度，咁啲咧呢個防守會成功咧。始終原來唔係射波喺個傳波，好靚嘅一個大勢啊，穿過7號嘅大勢，成功將比分攤平2-2。好啦。時間尚餘5分鐘。係啦，仲有5分鐘。另外請衛冕冠軍隊劉關豪聯隊去到籃球場外準備比賽。好啦，咁後場個慢線咧，唔好話唔知即係控球上嘅將個波還傳去11號嗰度。咁佢喺後場組織，可能試下入球嗰陣時，定咗3個嘅時候，哇！好上11號翻嚟換防成功，哇！一個過2個成功，將個波帶出球圍。只不過幫佢直線嘅時候，可惜啦，係未能夠做到。我試最見呢個好嘅攻勢嚟嘅，個波到位，個波先生咁啫。咁啊，咁快啲將佢開出佢哋嘅界，咁前9號嘅後場組織，將個分大咗分別，可惜啦，有人過埋嚟啦，或者叫做呢個出邊線，咁啊將佢排呢個嘅 DLE 嘅界，好啦，咁啊，成個將波3個波，而家收打，哇！呢個10分鐘不贏咗啊！3個位，哇！呢個嘢咁咁啊時間咧都仲有成3分半鐘有多嘅，所以咧絕對有本錢咧再次對個我哋加油啊 DLE！ 好啦，咁有啲空位嘅時候咧，就可惜啊，佢波啊就斜出咗，咁啊將睇個巴斯嘅龍門球。而家咧佢哋高半人啦，就仲有62號嘅多點。可能見到佢標誌嘅時候，一個斜線喺度，爭啲一入場第一腳見波啊，就已經為球隊嘅增添紀錄。可惜個波咧就斜出咗4個波嘅。好啦，咁而家 DLE 咧開出呢個龍門球，好啦，後場會點樣處理咧？好啦，逼到埋嚟嘅時候，波相信佢呢個點都係喺個波喺禁區裏邊又唔掂得，但個波嘅位置咧就已經成功咧進入咗球門入邊啦。好啦，而家落後到4比2嗰個唔緊要，時間仲有2分鐘23秒，絕對夠時間追翻嘅。好啦，正常嘅話一定呢個波可惜嗰場大勢唔能夠喺個防守範圍裏邊咧有球推進，波出咗界，而家巴斯，佢嗰個喺剩翻2分鐘嘅時間拖慢嚟緊，佢繼續壓迫住前面啊，就唔俾咁多空間呢一個 DLE 成功咧。DLE 就成功，因為咧身位得10分之零，唯有咧就係會超技術，用手掹成咗對面隊。哦，呢個自由球就幫到又哇！果然啊，姜係越老越辣。個波追住後，而家咧比數咧已經去到2比2啦。唔緊要嘅，時間仲有2分鐘11秒。可能先佢哋上次嚟個中場一個嘅完成模式俾人3分。係啦，咁啊會係佢嘅邊線球㗎啦。波波會向前踢嘅時候，好啦，而家邊線到一個側奪，喺俾人炒咗。好波佢當中向前嘅時候咧，個球權咧俾翻巴斯啦。好，黃揸又掃到無上機，大家小心啲啊！現場嘅攝影機啊，係啊。好啦，邊線球嘅時候咧，咁開波，將個波一腳踢出去，可惜對面邊線出界。時間尚餘1分40秒。係啦，咁啊 DLE 後場嚟一個遠射，可惜換到啊 RFC 呢一個嘅同場貼咩？好啦，咁喺邊線再開場前，就見呢個波想過去，哇！後場都極勁嘅爭奪，好係一個球嚟嘅。好啦，時間仲有1分20秒啊，加油啊！其實好啦，一個好靚嘅3個短傳，我哋成功被炒喎，防停出嚟，而家踢得㗎。佢個波衝上前線就見，嗰時波嘅波好彩啊！好靚嘅3個短傳嘅配合，波重就係咁重㗎，係我食最尾嗰句啫。唔緊要，仲有1分鐘啊，好波嚟嘅，幫佢搶咗波。哇！我成日心向上俾人得到，好有冇事？好，頂住啦，仲有50秒嘅時間。好啦，開始龍球，再轉過嚟之後，第一個中場嘅完成，可惜未能夠命中目標。好啦，咁啊，仲有40秒嘅時間左右啊。好，呢個龍球會點處理咧？可惜又俾人截到，哇！成功啊，被追回翻一球，5比3嘅比數。
再轉換人，再偷過去爭啲俾佢偷襲成功。誒哇！五集睇搶，逼搶，好啦，到波我出咗界，而家仲有15秒嘅時間，15秒。係啦，當埋呢個機戰球之後咧，哇！標好多呢個都好高，好成功呢次爆咗。好啦，將嗰個踢出去邊線，可能4秒、3秒、2秒、1秒，好波！最終嘅一場。